啊，大家看到嘅样片呢，是你台湾嘅你个什么一个热口嘴，大家系咪多少看到安样嘅样片呢？你今日是让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去台湾聊下开始哦，真是系第一摆到礼拜二有一只固定嘅什么一个热口嘴嘅你讲冲起联赛，所以今日照常记到呢度节目地度啦，大家嚟分享。一开始咧绕墙嘅係馬莎咧，是喺呢個接棒未來嘅什麼熱口嘴嘅兩嘴恰榮耀師母分享。大家好，我是接棒未来的领队谢荣瑶。耶，欢迎师母，谢谢好开心哦，请分享哈。天然的绕墙嘅是係幾個 Q 然咯，吼，係馬莎咧玉英玉英。大家好，我是接棒未来的谢玉莹。耶，欢迎分享。天然的绕墙嘅係難嘅，呢個 Q 然係呢個正氣。大家好，我是接棒未来郑琪。耶，欢迎大家！真的很开心哎。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球员很奇妙，就运动员很奇妙，就是你到了现场之后，不管怎么样，再累也好，再辛苦也好，可你们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正能量的气场，有这种感觉吗？有，有是不是？自己有是不是？你因为自己真的有。因为师母来到这边，我就觉得哦，因为师母很忙，你就被吃到讲哦，师母很有正能量，哎，你可以刚够，就算很忙。然后那个玉莹跟珍琪站在我前面，一朝我靠近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股气场要把我压倒的感觉。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球员的特质，对不对？师母？对，因为他们太阳吸很多，太阳能吸很多，真的，对，而且很健康，所以感觉很正能量，是阳刚，充满了阳刚气息。是，对。那问一下师母，你喜欢跟球员相处吗？还蛮能够快乐的，真的，因为有时候比较充满正能量，是有时候在转换心情的时候，也真的会比较快。对，而且我觉得球员让我的感觉是，他们其实很细腻，因为他们要很专注。他们除了有专业技术之外，然后他们很细腻、很专注。等一下爱扭拧哦，然后他们的心理素质也很高。可是某些事情，他们其实蛮大而化之，对，所以他不会去跟你计较太多小细节，是有这种感觉吗？有，我觉得你讲的，我觉得就蛮对的，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的感觉就是会有这种特质在。对，他很细腻，可他也有些地方他很大而化之，所以跟他相处起来是快乐的。对哈，比较不计较，真的对。谢谢你们来。不过呢，一开始要先给你们来一个大考验，比打球还要难的。好，是什么大考验？来，耳朵鸦片时间，听说后些就会露骨撵泥，这是我们的那个俗谚语，是不是觉得完全看不懂？一定要撕清奶油嘛？看得懂肥猪肉了，真的加油！然后我来念一下哦。胎口骨是脾足鸟，胎口骨其实就是猜猜看，大胖子，对，没有，然后吃肥猪肉。你想想看，一个胖胖的人又一直吃肥猪肉，他身上好像已经有一些油了，然后他又一直吃了肥猪肉，你觉得是油上加油？所以结局就是加油。你们有没有觉得运动员很好控制？就很像老师在讲造句，有没有？你跟他说上面，他就会接下面，你看多乖，你看是不是很棒？师母是真的，所以这亚就会给不应该露骨演绎，我们念一遍好不好？好，胎口骨是脾足鸟，胎口骨是脾足鸟，意思就是说我们加油，对，很适合在球场上，有没有？我们球场不是都会加油，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很难的，有没有？胎口骨是脾足鸟，哈。加油！有没有这种感觉？还可以学哈。你看我们真情真的很认真呢，他一直默默的看着我这个板子，然后一直在那边默默的一直念，也是蛮想学起来的，蛮想学起来的。口骨脾足鸟，对，加油！金灯影响很可爱啦，有学到哈，还蛮有意思的哈，太棒了！呀，就会给不一个露骨演绎。不过回到我们的正题，其实今天很开心师母可以来，然后也很开心两位可以来。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哇，其实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联赛，对，今年开始的联赛，对，开始打到明年3月，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就是你们的后亚的联赛，对不对？然后这个联赛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是不是还有一个，我们是不是要选出我们未来的国手那是在12月的一个协会杯，是，对，在协会杯，在今年12月，对，地点还不确定。
目前不确定，然后日期也还不确定。就改。对，会紧张吗？因为这样好像就是要选国手哎。会紧张吗？这个就要问他们2位。会吗？我是小紧张，是因为我小紧张的重点在于，我希望我们这一队当然能够顺理成章又拿一个冠军。可以的。他们上选的几率就高达90%。是，对。所以那会紧张吗？你看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对啦，压力啦，一点点。虽然这个问题很老派，可是还是要问一下，还是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球场上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很难讲。你很有实力，可是很多时候你真的有时候运气也是有。对。可是我们给不给 TPA 更多按用给主题就会引力够。一般来说，我们在看球赛，尤其特别讲到棒球，我们都看的是男生居多。对。我们其实大家都真的不知道，其实女棒在台湾也已经接近20年了，快，对不对？所以师母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很陌生呢。对，因为我原则上我是去年才真正的深入到女子棒球。是。对，当前任的总教练来找我协助的时候，我才去看那个资料，我才自己赶快在上网 Google 看他们讲的到底对不对。不要是因为请我协助，那资讯是不对的，那我去募款好像也不太对。是。所以我那时候我自己去估了一下，才知道女子棒球真的在台湾其实是有一段历史了。对，可是我们比较陌生。对，应该是这么讲，不是陌生，是因为我们台湾对女子棒球这一块比较漠视，而且也没有那么没有去做一个正视。对，没有去正视这个女子棒球的未来发展性或者是怎么样。对，那就会让我在心里面，我真的觉得。男女还是有差的，对，所以我们要性别平等，对不对？我们要一起，嘴巴都是性别平等，对。但是在体育这个区块，我们还是被踩在脚底下。在体育这个区块，其实我觉得台湾要进步空间就已经很多了，更不要提谁来赢了谁没赢，就是不一样的。对。而且刚刚师母有提到募款这件事。对啊，我觉得师母很辛苦每一年跟师母见面都一定要谈到募款这件事。对啊，为了女子棒球还是要募款。对，但因为我真的很想帮这一群孩子拉一下他们，因为我就看到他们的一个学经历下来的话，我就觉得这群孩子很优秀，可是为什么没有得到一个台湾没有一个正统的一个企业能够去协助他们？是，那他们要的其实也不多，只是一个用品的一个赞助，或者是某些方面的一个，比如说到外地比赛，他们因为真的没有经费，这些孩子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比如说就是大桶铺，10几个人就躺了就睡了，就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毕竟是女孩子，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所以我会去心疼，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家里也有我自己有一个女儿，那这一些孩子我后来就跟他们熟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那我就会用这种妈妈的角度去看待很多事情。我觉得常常台湾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非常重视球员在整个不管在国际上的表现或是什么，一旦有一个好的表现的时候，你就被吃到哇！我们真的觉得，我觉得我是真心的，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每一位人都觉得好荣耀、好开心。对。可是那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过了退了之前的整个的努力，台湾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跟足够的努力去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条件去达到那个荣耀的时刻？我想这也是师母感受很深的地方。对，所以才会去帮他们找企业。有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不能放弃，我们还是要一直往前努力，对不对？对。不过说到这运营，打球打几年了？我从国小3年级吧，对，就一直接触到现在，是应该快20年吧。啊！你国小几岁？3年级，感觉就有感觉，你们很不熟是不是？感觉很不熟。你看国小3年级是几岁？国小3年级大概9岁。对啊。好 ，OK， 现在是在3年级，是不是？哇，好棒哦，29，快20。那你呢，曾琦？16、17年吧，16、17年。所以师母，你想想看，他们打球打好久了，而且我们刚刚说女子棒球接近20年，你已经打了。对
20年了，这样对老呢，怎么办？像这个时候，如果我现场有那个球，我要给他爱的鼓励。对，所以那球员的组成呢？因为我知道其实2位其实非常的优秀，他们也是我们的国手，对，也都到日本打过球。可现在这个女子棒球的学员的组成，因为不会是每一位都是像专业的球员这样一路上来，还是说还有什么不一样？就我们这个，据我所了解，我去听一些教练去搜寻一些资料，他们的就是来自偏乡的孩子会特别的多。打女子的垒球对嘛，玉妍，你们从垒球开始接触，接触一路上来，才开始接触棒球，对。那我所了解的大部分都来自偏乡的孩子，会稍微多一点。对，原住民的小朋友，对，小女生打女垒的很多。然后是不是也有很多像是你们体院的，然后有些是业余的，或是这样的组成？也是有，业余吧。现在如果说鼎新河的这个接班过来这个球队的话，我们是有军人哦，对，还有环保局的，还有一些是也就不是专科出来的，是，但是他喜欢棒球，他很喜欢，对，哇，那他们应该觉得很棒哎，可以跟你们2个一起同队耶。要是我，他们在一起，就是至少也有那种情谊在，对，大家有一种那个荣耀的一种情谊在，对，哇，其實記得喺東都嘅故事做啲分享，讓本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嚟講。東方宇宙的繞場度，喬榮老師母還有牛改 Q 然來到 AD 嘅節目地讀到大家的討論，我覺得今天真的讓我覺得特別的開心，因為福氣來了這個節目介紹的東西很多，但我們第一次介紹女子棒球，真的我們什麼都聊，但很少看到一個哇這樣的一個場面在這裡。對，我們可能之前也有訪問過別的球員，但都是男生。对，所以看起来我们今天4个人都女生，对不对？对，感觉上有迎面的感觉，有没有？自己觉得。我们刚刚上台节目讲到这个球员的组成，真的因为像军人也有，或者是一些其他喜爱打棒球的人组成一个团队，我觉得安永跟杠狗亲厚，感觉是很好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同一件事情，对，有个共同的目标，个性不一样没关系，但喜欢事情是一样的。可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像以前在学校，我们等于是每天都练习。你们是不是要利用假日练习？对，我们是用假日，然后我们就礼拜6或礼拜日挑一天这样子。对，对吧？会很累吗？这样，因为1到5要做别的事。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大家很难得可以聚在一起，因为平日都是忙自己的事，所以相对我们那一天聚在一起反而是蛮开心的，是很期待我可以见到。可能好久没看到他，或者是我们是很期待就是相处那个过程。是，虽然一起练球，但是感觉练球虽然不会练到跟以前校队的到那么制式化，就是变成是今天是大家练看那个手感啊，还接看球那种感觉，而且但是默契，对，还相处是非常开心的，不会这么辛苦。对，所以像很多1到5还要上班，有些人对，或者是。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够做什么练习之类的。对，但是你们1到5还是有固定的练习吗？现在如果从日本站回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固定。对，因为除非选上国手。对，是因为我们集训因为我们常常听球员，其实练习是辛苦的，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光鲜亮丽的时候是知道的，可是他们有可能一天有10个小时都在运动，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有可能嘛？对不对？一天有，对，就眼睛睁开吃饱以后。到晚上，而且我们是没有暑假跟寒假。对，因为你们只要一不练，可能那个手感也好，那个体能也好，它等于是1年365天，一定要维持在一种状态里面，都不会觉得我这2个月突然胖5公斤都没感觉，然后再练，没有，它就是每天都要维持在一定的体能。对，所以很辛苦，所以变成是你们现在要利用假日。那你教练呢？教练是义务教练。所以就是专程从别的地方，然后假日来陪大家练球。对，没错，而且很尽心尽力，所以教练也很感谢他的。所以教练也很热血，严教练对不对？严对，你们他很热血。那你们跟教练相处还
很好 OK 很好吗？他我所了解的严教练，他蛮贴心的，哦，真的这是真的真的很贴心，很贴心。那也比较就对待他们，就像大哥哥的角度去照顾他们，或者会去询问他们有缺什么。那比如说棒子打得怎么样的时候，他会先去挑一些球棒，或者怎么样，先来支援他们。所以这样子是贴心的行为。还有啦，还有一些饮料啦，因为我就在想说，那咖啡啦，饮料贴心的教练是没有在管这一些的，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有一些教练也都是很好，我们必须就事论事来讲。有一些教练他可能对这方面的感情比较细腻一点，他会去关注到这个小女生的带滑，可能需要用这一种来喂养他们。带女生带男生也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对，男生可能打得好，我才会叫星巴克的咖啡给你们。但是这一群小女生的话，她可能是为了鼓励她们，可能就一大早就买了星巴克，先喝了再说。对，先喝了再说，给你们灌足了一个马力，以后你们上场。对，是不一样。我观察下来真的是不一样，但是没有分说教练好与不好，不是就每个人特质不一样，对，每个人的特质特别不一样，细腻。对对对，他的那个观感会比较细腻一点，所以等于是你们两位跟教练相处也算很不错，很好，很好，就他可以很知道哦，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就关心你几句。哎呦，连这个也会发现，他发现得出来。对对，还是你特别摆臭脸？没有，就你脸就很臭，有可能。其实不是，我只在观察是别人，他会去关心那个人。哦，对对，他是真的是我们球队公认的新好男人。对啦，要嫁就是要嫁这种。哎，真的要嫁这种的。可以已经结。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任务吗？就这一集播出的时候，一定要叫教练看。好，他一定会看。对，这一段一定要看。他心想说：哇，平常不一定有感谢的话在这里。真的是实话。对，哇，教练实在是太棒，值得了。我觉得有时候付出能够从学员或球员身上得到这样的一个评价跟回馈，我觉得很值得哎。对，你就觉得因为你被他们肯定，所以你的付出就没有白费。是的，对。不过说到这边，你说你打了将近20年，好19，有人很坚持19，好了，那就19吧。对，你为什么国小就开始打？国小的时候就是其实没有说锁定棒球，但是那时候国小就有点好动，就是什么球都喜欢玩。他就是被刚好一个棒球队教练就看到我在打躲避球还是之类的，就看我丢球还不错，他就刚好要成立棒球队，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棒球队。那我那时候当时就觉得可以打球哎，那我就加入，就是一直打到现在。哎，真的很像球探在找你们。我们常常看人家美国的那种电影的时候，球探就在现场这样子观察，有没有？然后看一下这个很会投球。对，我觉得你好像感觉上被那个老师发现了，你就一路打到现在。你呢，真奇？我也是以前小时候很好动，是。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接触躲避球，然后是因为爸爸喜欢打棒垒球，所以他有时候就有空我们就会去古园国小传接球这样子。然后也是被教练挖掘，哎，好可爱哦！你可以想象他国小的时候，爸爸说：“来，你过来，一个小女生，来，你过来，爸爸跟你传接球，是这种感觉。”差不多啊。所以所以你爸爸算支持喽？很支持，很支持。因为我们这当然要聊起来是很长的故事，因为台湾有时候家长对于孩子们能够打球这件事情，不是不喜欢，也不是不支持，因为会担心孩子在台湾体坛上面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尤其是小女生。爸爸对小女生的保护一定会比较多一点。对啊，而且再加上我们又刚才已经谈到了，像女子棒球在台湾的发展，对不对？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成熟，所以你国小开始打，可是是不是台湾国中、高中是没有女棒？对，就那时候我住杨梅，所以我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要升学的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内埭的那个自强国中，还有垒球队，对，他就知道我，因为我国小就会参加比赛嘛，那全队只有我一个女生，所以就是比较显眼。他就看会打球的女生呢，那就赶快有垒球队的教练就会去赶快把我找过去。所以国中开始就一直接触垒球。对，所以师母他们等于是国小打棒球，反而后来打垒球。可棒垒球不一样哦，不一样。可是我真的知识很浅薄，我知道不一样。不过说真的，我如果看到电视上有转播，我大部分看到都是女子垒球，我很少看到就是女子棒球的转播，因为我们总觉得好像棒球应该是男生打的。所以我今天才谢谢你们。
鼓起来了。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快点，趁这个时候，对，讲一下男女之间打棒球的有差异性跟非差异性。垒球跟棒球差异性在哪里？或者是男女，或者是男生跟女生打棒球。如果对，先讲垒球跟棒球好了，就是他们球种就是大小很明显不一样，对，还有距离，还有投球方式，对，哎，这样子，对，就是其实，但是大致上你说的接、传、打、投，其实我会觉得都差不多。还有相对还有那个全垒打距离，当然会比较长跟比较短。对，但是我会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因为我们有接触过这2个球类，所以我们在调试这上面会觉得很快就可以调试过来。对，感觉上基础技术没有差太多。对，有按给刚刚对不对？哎，可是因为什么会没有这么多女生必须要打棒球？因为我们都觉得棒球就像你刚刚讲距离，它可能比较远，对不对？好像看起来投球的时候，它的力道要比较强，好，球速要比较快，所以会觉得人家就会在一个刻板里面就觉得打棒球的应该要是男生。对，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平反一下？觉得其实谁说女生就会？我觉得虽然我们女生在爆发力还有力道跟速度是真的是有跟男生是有一段差距，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种打球，我们有一种美感。不是说我们长得美哦，也是不错，不是，我们没有输啊，对，就是一些在接触，我们就是长得美，我们就是长得美，要自信，是不是？长得很可爱，对啊，是不是我们接班未来每天是啊，师母跟你们传几行为的化妆品，对啊，美是的，冲啊，就会按永颖。你看刚才谁刚那个玉颖就说，对我们就是长得美，是不是？对啊，长得很可爱啊。对啊，好。没有，我知道啦。真奇想讲的事情是，其实女生打球有女生创造出来不一样的力与美，是这种感觉，有一种魅力。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其实，在技术上面其实不一定输，因为我们只是先天上面，我们就没有男生有力气，对，只是差距在这样。哎，我这样讲可以吗？可以，会被男生抗议吗？不会啊。我如果跟那个男球员说，哎，我们只是力气比你小，我们技术又没有比你差，我可以这样吗？可以啊，可以。因为有一点不太公平的地方，我那时候在跟严教练在讨论这个点，我说为什么女孩子的那个在棒球的这个区块里面，距离跟男生是一样的。对。那为什么我那几个全垒打那公告被破是不是？他打不啊那力道的处理啊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对我们稍微柔和一点，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打的距离，你们什么都要以男子为优先啊。真的耶，你想想看，距离一样，可是。天生的男生的力道比较强，可是我们却打一样的赛制，对不对？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厉害，是不是？对，刚冷用啦，少2局，哎啦，男生9局，我们女生7局。他知道女生的体力没有办法9局，那给我们7局。可是这个我们也不会感恩呐。没有，哇，我们也可以撑啊！是，对啊。你看，情绪动身起，动动改小扣到股市走在分享，你等下长来讲。老师母啊，还有两个 Q 然 Q 哈大嘴鼓大嘴鼓会觉得很开心，因为这就是球员的样子，是，然后也是球员的气质，对，哎，不过其实两位除了我们刚刚说很小的时候就打球，其实可是两位很棒的地方是，像师母讲哦，他们都是历届国手哦，你打枪样有你哦，你们还去日本打球，哎，对我们来说去日本打球就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哎，他们还是我们台湾的第一批出去的职棒女子职棒哦，好厉害，所以哎，怎么害羞了？是不是？突然被夸奖，对啊，被夸奖了嘛，被夸奖很害羞，对啊。可是其实去日本打球对你们来说也是要花力气适应哎，我们超级爱访问球员去就是其他国家打球的旅外的一些经验值，对，有没有什么特别一定要分享？语言一定是嘛，吃东西一定是嘛，对不对？我记得我好像知道是育营是不是？因为训练的质量不一样，对，你是不是曾经好像连续打什么，然后结果还受伤还什么的，是不是？哦，就是因为我有一场比赛，就虽然我们很少上场，
但是就是有一次就是有机会先发，就是还有我那天表现得很好，就是四次打席4支安打。所以当下我就会觉得状况那么好，那可能下一场可能还是有机会上场。对，那看到下一场的时候，在期待那个阵容说，怎么又没了？所以我就当下当然会有点失望，但是又想想，没关系，但是至少那一次真的很难得上场，那一次有表现好，那就足够。就是那时候就是会改变自己的心态，不会一直去想一些负面。对，你看这也是球员要面对的问题，他们心理素质要很强。就是你看我们在台湾再有名的球员，他每一次都打得很好，但他也有曾经有一局投不好，他下来而且是大家都关注，对不对？因为球队跟球团会对他有一定的期待，所以压力也很大。我们看电视人压力也很大，好不好？是不是？嘿没？你了解？你们在上面很大，其实我自己的肌肉也很紧绷因为我按有跟杠狗，对，是不是谁连续什么124，然后还120颗球？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台湾，说真的，台湾我们在训练的量真的比较少，对，所以当时我们去到日本的时候，其实被他们不管体能或者是训练上的一些课程方面，就原来是这样子训练的。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刚去接触的时候，他是120颗打击要连续打120颗，要打3次。但是那时候我可能因为刚好是打击，我前手肌肉量本来就比较不够，所以我在打那120颗打到就受伤了，就前面我还去打那个葡萄糖。对，那时候就是在日本就是赶快真的超级不舒服，就是那时候有被他们这个有吓到，像震撼教育。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用，就是真的到我们回来台湾，就是跟大家没有就是其他球员相处，会觉得我们在不管在打击的力道或者是打击的稳定性、强度上有提升很多。对，所以你看，这也就是大家说的，还是要扎实训练，有差，对不对？詹琪呢，有什么特别的想跟我们分享吗？我在日本，我有拿过1次单场 MVP， 就1次而已。对。那已经很不简单了。那有上报纸，有上当地的报纸，我有留起来。对，那是蛮特别的，好值得鼓掌。对啊，你看我讲这就可以了哈，就代表一切，就直接带过。其他什么葡萄糖，什么120颗都不要，我有上报纸。我就一句话就 OK 了。我没有讲而已，我没有讲而已。你有上报纸吗？有，真的好。京都报纸，他也有上报纸。好啦，2个都。你有吵。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可能，你想想看，你到一个别人的地方，你这么多文化上面要适应，然后也有这么多眼睛看着自己，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不过我知道，师母今天会特别带2位来到这边，是因为这2位其实感情也特别好，认识也很久。好像是Betty的同学吧？对不对？是，对。而且师母只有略略知道，其实也 Q 年的时候，就去年吧，打亚洲杯对吗？对。然后师母有略略知道，他们好像有一点耳闻，但师母不知道真相。我当领队，但是我都在房间里面，一个人都在房间里面追剧。追剧，都在追剧。对，因为师母要陪伴的时间很长对不对？你们一直在练头的时候，他总不能。对啊，他可能已经看了不知道多久了，对不对？早餐吃完了，我就关在房间开始追剧。对，然后出来说，有没有认真练啊？有没有？不会，我都默默的。对，师母也是我们的天使。其实，不过就是你们在打亚洲杯，因为2个感情很好，可是因为这样不知道什么事情，你们2个还争吵。来，接话答案吧。就争吵那次是觉得我们可能对日本嘛，最后一场冠亚军，还对日本是前一场吧？没有最后一场，真的吗？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对日本。最后一场冠亚军的话，那时候我们就2-1输了。对，输了之后，我们真的很想赢日本真的。可是对，去年那个是有史以来对日本最感觉上很有机会的一次，因为我们有打到平手。我们先领先，我们起先是领先，那后来平手，后来真的是他们脚程比较快。好想赢哦！好，没关系啦。然后呢？然后就是比完赛嘛，正常来说就是会要列队敬礼握手。对。但是可能，这我讲吗？我自己的角度就是珍奇怎么这么慢，还没有跑下来列队，所以我就当他说，珍奇你快一点。我们不能这样，好不好？难不成现在要这种口气吗？就是我当下，我就是有点不开心的点，就是说你怎么走那么慢那种感觉。我说你快一点，
不要这样子。对，那观众朋友想说，哎，是发生什么事情？真情，你讲一下，你为什么那么慢？你在干嘛？没有，其实那时候比完赛，其实我是很难过、很自责，但是其实我在外野我已经偷哭了，然后我不想要把这情绪带给队友，对，所以我就自己默默就因为本来应该期待的，对，你看这就是球员要承担的压力，所以他在哭哎，对，我在哭哎，你怎么没有安慰我？你还骂我？他在投成这样，我就这样吗？我会投成这样，就是对，他在外野哭，然后你跑去骂他，然后他是真的不知道了，他是真的不知道，对，所以你听哦，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错，都没有错，对，因为真奇他很自责，他觉得我应该要赢，所以他非常难过，然后他就自己躲在外面流眼泪，人家听了都很心疼，对，他一定是真的很难受，他才会在那边掉泪，对不对？而且还想说，我这样去掉泪会影响大家的情绪或士气，对，会波动一下。对，可是玉莹很可爱，玉莹会觉得说，球场上的输赢的确是这样，可是现在我们的规矩是你就是要列队出来，跟大家握手嘛，因为这是一个球场上的规矩，一个礼貌，而且也是一个风度。你怎么没有出来？我那时候懂他是觉得说输赢不是你个人的，是团队的，因为我们是团队。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当天就和好了。哎，对，我觉得球员吵架很快就和好，真的蛮快的，10点20点20就对，真的吵出来才会把一些不开心直接明着讲。对可能他就会讲说我当下就很难过，我就哭了嘛。可能就说可是问题是你要先出来嘛，对呀，就是该做的先做，该做的事情要做完嘛，对不对？先做完之后再回去哭嘛，对不对？他是这种个性，他那时候其实蛮像，就是像吉娃娃那种，就很小只，但是一直噼噼噼啪啪啪，就是我用这种比喻，我要贵宾，自己讲。但是我们就很了解对方，对，因为发现这样子越了解对方，就知道其实对方默契很爱自己，对，然后原来他都也在保护他，对，互相保护。其实他这样做也不是针对他个人，他觉得这是整个球队的荣耀跟整个感觉。我觉得我可以深刻体会，两人的感受。对，其实师母说真的，着实羡慕。其实很羡慕他们这样的关系，本来就是跟情感，对不对？所以这也算是很深刻的回忆。可是我知道他们清省期哦，唔单相信爱牛赢哦，他们叠比赛一个时间，还有他们在是敌对的，感觉如何？真的很有趣哎。就比如我们是在日本的时候，会影响吗？不会，完全不会，反而是会偷偷帮他加油。哎呦，对，因为我们台湾选手真的很少上场，是，所以谁赢都可以，反正只要有一队都有台湾的，对，是到我们上场都是就是后面比较无关胜负的那种，才让我们上去表现。是在日本，对，日本一定会这样。那时候就很期待他上，因为我们真的很少，所以他上场的时候当然希望他表现好。对，都是会为互相加油，互相加油。对，好棒哦，对，好感人哦，真给你看哦，我们聊到这边哦，最后1分钟，短哦，不能讲很久哈。其实你们有去带营队，对不对？对，所以怎么样也是不同经验吧。对，像我这样刚回来到台湾，对，虽然我个子比较小，所以我在带小朋友都会用，你真的是可以打很远吗？你真的接得到吗？但是我都是用最快的方式让他们了解说，哦。他真的是可以当我们的教练，我就会直接表现给他们看，他们才会信任我。我懂，对，你怀疑我是不是立刻打？就类似这种小朋友就吓一跳，对，小朋友现在比较吃这一套。真的，不要说这么多。我觉得你这一招好哎，真奇呢？什么东西？带营队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很有趣？跟小朋友接触，我觉得是蛮有成就感，就是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不喜欢棒球，但是带完之后他会说：“妈妈，我下次还要来参加。”就是这种成就感，对，蛮开心的。对，因为女孩子带跟男孩子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女孩子带真的柔和中带有一点母性，对，就母爱。我一直觉得还有细腻。你们两个好聪明哦，把我刚才讲的发他们全部都记起来，对不对？然后细腻，对不对？其实真的很棒。今日其實當分宇就在繞牆道師母，還有兩屆 Q 讓呢度節目地讀到大家的分享，真的，我覺得這些球員的生活點滴，真的聽起來真的讓我們覺得裡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可是也有很多的學習。對，希望所有觀眾朋友來關注來了解來看見到嘅比賽，我覺得我們要多來支持你推翻嘅賽務熱 Q。今天真的謝謝師母，謝謝兩位，感謝機會。哇，聽年下來大家都做認同了。